唱歌搞咁耐㗎，搞咗幾粒鐘。大佬，成日叫你哋唔好上去大陸去裝 DSP， 而家裝完啦，有區域解碼，你哋自己睇下。撲街啦咁就，唉，咁依家點算好啊？有區域限制，咁我點能夠可以開通到入去呢？而家你裝少少嘢，我只係想校聲，或者同你睇下有冇檢測有冇問題，我都入唔到去，咁我應該點做呢？咁撲街啦，我又要上去。一係嗱，一係呢，你係直接上翻去處理；一係呢，你又或者諗方法，其他方法啦，只有可能係換嘅啫。售後又要收錢嘅喎，咁就咁嗱，我上呢幾次呢幾條片呢都拍過噶啦，唔好再做懵仔咁啊！有啲人聽，有啲人唔聽，你又係嘅，成日話睇我啲片，睇完我啲片你又係中伏嘅。唉，咁撲街，算啦，換啦，換咗個 DSP 㗎。嗱，你話換㗎咋，唔係我威逼你啊！唉，又做咗懵仔啦，撲街。記住啦，其他車主裝音響揾神電汽車音響啦。